收看《狗狗拱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狗狗直击带大家到哪里呢？新竹火车站。为什么？看看我后面的铁路，铁路就是铁路，来到这就是要直击我们的倒班工，看看他们到底有多辛苦。走。他是台铁巡轨员，铁路党走谁？每天走上10几公里已经是家常便饭，当然也曾经跌倒摔伤，但这份铁路可不轻松，除了用母助控，也要用耳朵听，风吹日晒也不能松懈，常常还得像这样弯腰端下身子，趴在轨道上，拿着铁锤跟活动扳手敲敲打打，为了养护铁路，再热再烫也不能含泪。哇，太阳好大哦！你们真的是很辛苦哎，为了我们的铁路啊，不管日夜，通通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是，其实我们实质上工作的时间是在夜间，在断电封锁之后，这安全的时间带来作业。好像不分日夜之外，其实你们也不分天气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刮风下雨啦，或者是大太阳，通通都要工作。除了定期巡视铁路之外呢，每逢台风大雨或者是地震过后，巡视铁路更重要了。巡轨员必须要坚守岗位，确认每一寸的铁路不能够位移，也不能够被破坏。多亏有这群无名英雄守护民众安全，才能够让火车顺利运转，降低事故发生。不过很辛苦的是呢，他们不止不分日夜不分天气，而且呢，连过年啊，还有一些节庆，通通都不能休息，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呢？掌声鼓励鼓励。韩国铁路爱生意，而巡轨的时候必须要两两一组，因为列车都还在运行状态。巡轨员走在前面，后面则是瞭望员，大家团结合作，共同守护铁路，守护民众的安全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教的单词你们都有记得吗？在这边明珠带大家一起再来复习一遍哦。我们看到第一个单词就是铁轨、铁路、铁路。第二个就是安全、安全、安全。第三个很重要哦，一起来学这一句话，就是经过铁轨要小心。韩国铁路爱生意。韩国铁路爱生意，记得哦，韩国铁路爱生意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